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欢喜有快乐无？啊，无讲完，恁大家有是有啥？啊，确实是啦吼，大家实在是欢喜快乐，尤其咱在于等个兄弟姊妹吼，啊，顶礼拜咱生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囡仔，啊，甲一礼拜尔吼，啊，后个月要安怎做满月？哦，啊，明日度者，啊，要按算。啊，顶礼拜吼，咱英典李分享有讲到讲，我进前吼，每礼拜确实有时间会甲正荣兄吼，咱礼拜煞上一个真理班的课程吼，啊，迄毋是非常正式啦，敢若咧开讲啦吼，啊，每个前几礼拜问一个问题吼，英典顶礼拜有讲，竟然吼，互我目镜强咧落去破去安尼吼。国语叫做跌破眼镜啦，因查某囝嘛敢若真意外吼。阮爸爸哪答毋是安尼啦，一般是安尼吼。一般吼，咱若讲信耶稣的人吼，啊，有人时会听着讲，啊，你信啥物教？我信基督教。啊，有人时会讲自我，我是教徒啦，我是教徒。有听过安尼讲无？兄弟姊妹，你对别人讲我是教徒，敢有安尼讲？拢无哦。啊，有听过人讲啊，我是教徒，有无？无哦，天主教较侪人拢安尼讲，啊，基督教嘛一个人安尼讲，啊，一般的基督教的人讲啊，我是信耶稣无毋对，但是讲啥物道啦吼，啥物道吼，讲我是信徒吼，啊，圣经有讲信徒这无毋对，但是呢，吼，圣经其实介济吼，讲是讲门徒吼，当然除了门徒以外，佫有讲叫做圣徒吼，啊，佫有一种哦。叫做师徒，啊，一种无写，但是有当时伫咱教会内底真侪兄弟姊妹吼，家己创造的叫做互理互徒。我毋知兄弟姊妹你听了遮尔侪徒吼，啊，你是倒一百徒？是倒一种我毋知啦吼。但是咱正良兄竟然咧上课开讲的时阵讲，我著要备办洗礼啊，洗礼以后要做，拄则讲这个种。咱顶礼拜已经听到啊，答案是啥物？伊讲啥？门徒哦，我目镜行，强要去定睛配一副，确实是啦，吼，咱做基督徒的人，吼，咱着爱做门徒，吼，莫干那做教徒，圣经无讲是教徒啦，吼，啊嘛毋通干那做信徒啦，毋通干那信就好，吼，咱爱做门徒。门徒，咱若讲古早吼，咱台湾人吼，读册较少的人吼，国小毕业就去做师啊，对无吼？有诶连国小都无毕业就开始去趁钱啊吼。做师的人吼，你要倒一行吼，你找倒一个师傅吼，一般叫做3年几个月，4个月啊，吼。咱做主的门徒耶稣咧地面上3年6个月啊。吼，不管是3年4个月啦，3年6个月啊，吼，即个概念啦，吼，就是爱伫老师的身边安怎，师傅的下骹安怎，师傅讲啥你做啥呢？吼，你也无爱做，你就用马王讲哦，佫做师啊，有诶佫无薪水咧，吼，我毋知影逐个可能逐个拢去读册啦，吼，无做过师啊，吼。我强强吼插电话去做师啊！我做过一种诶，迄拢打工啦吼，寒假暑假打工啦，迄个莫讲啊吼。我要讲这是讲，咱做学生诶人，如果咱无甲老师好学，咱功夫敢学会有，学无诶时阵叫做啥物师？半通师是学一半呢，学无诶时阵吼，啥物拢无啦吼，根本就毋是师啦，迄是好阿爸。你学无，你就无法度啥物师出师，对无？你半通师嘛出师，你这头路食落去，你共去修水、修理水电、修理冷气，拢修了安怎？只人修啊吼，人敲电话要插人，电话要插人，你搁了时间，搁无采工，无采你趁的搁了去，所以咱爱学了安怎？
学了有完全有交文啦，吼，甚至比老师搁较敖。哦，国语有一句话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吼。啊，古早人咧讲学武功的人吼，因为中国人较自私嘛吼。我顶下讲日本人来学汉文，甲即个我当做书吼。学武功的人啊，为什么中国武功讲后来讲什么失传去啊？为什么？迄一种传说啦。一人拢咱指挥甲咱讲，每一个人拢唱一部。一代一代，搁一代一代过，搁一代。本来武功高强啊，哦，天顶飞吼，草上行吼，啊，打迄个遐嘛袂破去吼，啊，结果吼，后来人这拢袂晓啊，连要爬去厝顶嘛足艰苦，爱用楼梯吼。为什么？功夫拢失传，拢无学着啊，所以咱即马无中国武功吼。所以我拄仔讲，如果咱留一步，师傅留一步。下骹的学生就学袂完全啦，吼！啊，咱做学生的人，如果老师有10分，你敢若学9分，啊，安尼嘛是无法度吼传承，吼！我讲以咱信仰来讲，咱信仰一定你也照讲人以时间的即个即个一条线来讲，耶稣来地面上，伊地顶来已经过2000多年，一代过去，搁一代。吼，伫咱台湾福音听讲已经有400多年啦，吼。当然可能中华有长去啦，一般咱即马讲是100多年，吼。也是讲大部分政府来到台湾，吼，来到真侪人的时阵，迄个时代嘛已经经过7、80年。上底7、80年嘛已经2、3代啊，敢毋是？吼。啊，咱即马信仰伫咱的手中，吼，伫咱的心内，吼，伫咱的喙要甲人分享。咱到底是要安怎甲人讲即个福音，会当讲了完全？除非咱家己信了完全，除非咱是做主的门徒，若无咱要安怎去叫别人做主的门徒？吼，所以毋茫今日咱通过今日短敢若即节的经文啦，吼，即节的经文。我拄仔讲，吼，咱即个正用兄，伊的答案是做主门徒。哇，那安尼到底是要安怎做主门徒呢？吼，我着通过今日即段经文，不只要讲互正用兄听，吼，今日杰西嘛有法无来要紧吼，有时间我甲伊讲，因为伊拜四有当时会去参加协和主大会吼。我嘛要甲逐个兄弟姊妹吼，逐个讲分听，嘛是讲互家己听。吼，咱安怎来做一个主的门徒？吼，伫即段经文当中，吼，安怎记载呢？吼，咱到底要安怎来做一个主的门徒？咱就通过即段经文，来好好想看卖者，吼，保罗伊是安怎体会？吼，安怎甲咱安尼甲咱教导吼，安怎来同心，大家来共同学习。吼，甲正样大家咱陪吼，佮继续跑走即条信仰的道路。吼，圣经是安怎讲呢？吼，伊讲安尼是安尼，为什么叫做安尼？吼，就是继续咱即马要落去的信仰的生活，就是讲现在吼，第一我的呢，毋是我，保罗伊安尼甲人讲，吼，写予即个加拉太的教会兄弟姊妹，伊讲我即马是安怎？我的毋是我保罗保罗我顶下讲伊过去的名叫做扫罗，吼，伊换名以后，吼，伊的生命就完全改变吼。伊讲我即马我的毋是我吼，伊讲是啥物呢？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我。这毋是干安尼讲安尼讲大家嘛晓讲，但是有法度表达出来无吼？迄才是要紧吼。伊讲我即马伫我是靠信上帝的囝伫我，即句话嘛非常要紧其实每一句拢足要紧啦吼。过来伊讲伊听我，即伊就是上帝啦，耶稣基督吼，为着我放杀性命。即句话读就过去但是咱好停咧今日安尼半点钟的时间，我希望11点结束，因为咱今日吼
要有一个选举吼，连伊执事会主席来带领大家来做选举吼，我尽量甲11点进行结束吼，无听到会当45分钟啦吼。即句话咱好啊，通过安尼，不管即半点钟来，咱好啊思想一下吼。安尼，为虾米着爱安尼呢？有人讲，为虾米我安尼活？因为如果咱无去明白、体会、了解上帝，伊会听伊的救恩，咱是无法度安尼落做落行的。像当初，即个保罗，伊叫做扫罗的时阵，伊是掠基督徒做伊的快乐欢喜对无？伊感觉哇，这是伊即个人生真有意义啊，真好、真要紧的代志呢。要甲每个信耶稣人拢掠起来、关起来，对毋对？即款的一个人，伊即马竟然讲即款的话，迄有一个啥物转变？转变。请问兄弟姊妹，咱若坐毋着车，你会安怎做？紧落车，紧安怎？紧换车，迄就是转变。咱的人生。咱的思想，咱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是对，你是好的，你就安尼继续落做落行，对无？这个物件，这个餐厅好食，你会一直去食，对无？食了讲，我咱3顿拢食一斤，哦，安尼营养会不良哦，吼。我拄仔讲，如果咱感觉讲这是无好的，你会安怎？你会去改变嘛，去换嘛，对无？这个保罗就是伊较早。认为伊感觉种迄是真赞的，伊后来因为拄着耶稣基督，甲伊大大的光照了后，伊才恍然讲哇，我过去实在是目睭过来啊吧呢，吼，结果是大光了后，伊是目睭过来啊吧拍袂紧啦吼，啊，上耶稣叫一个人去为基督目睭甲拍开，吼。所以呢，伊今日才写一本教太书，是吼保罗书信内底应该是讲起是头一本所写的书啦吼。伊就安尼讲啊，尤其拄啊信主的人吼，拢心对耶稣拢是足火热的呢。敢若我打信主嘛，真啊足火热的，火热到后尾啊，火愈来愈乱啊，愈来愈强要欢喜咧。啊，今日因为圣良兄安尼，我甲伊陪伴咧上课。互伊阁甲我点起来呢，我做门徒呢，提起牧师讲爱做门徒，毋通甲伊做牧师呢。吼，弟兄姊妹，保罗伊讲啊，今啊现在，我会安怎？毋是我。兄弟姊妹，你已经受洗了以后，我毋知影几年啊。你即马已经毋是你啊，也是甲我过去嘛差不多呢。有洗礼无洗礼，无啥无相共啊，嘛是共款啊。也是即个洗礼虽然是一个即个礼仪，但是即个礼仪不只是一个礼仪，乃是我心内真真正正的一个心志吼。敢若我今日题目共款，做主门徒爱有即款的心志，但是有即款的心志无效啊！你无去来实现实践，心志敢若你心志对毋对？哦，敢若讲我要出国去耍，一直喙你讲。啊，无去买荷兰机票，无去订即个旅馆，啊，无出发，人已经转来，你搁踮要讲我要去出国，迄爱安怎？爱有行动，哦，所以咱信主以后，受洗礼以后，爱有改变，爱有行动，实践咱所信的、所听到的，行出来、活出来，吼。所以保罗讲，即马我也毋是我，啊是。基督伫我内面活，为什么基督会当伫伊内面活？如果咱由咱家己咧做主，安尼基督应该是无法度伫咱内面活，因为你佫共阮你家己咧活。但是你邀请基督耶稣伫我生命内底，不止进入来，伫我生命内底做王做主，这才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活。保罗伊安尼甲咱鼓励吼，伊讲我即马伫活呢，吼，有当时咱无法度
无法度啦，安尼活出咱的信仰。为虾米？咱有当时袂记讲爱来倚靠耶稣基督，袂记讲我是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儿女。所以咱靠咱家己有当时活袂好，活袂出来啊。但是保罗遮甲咱讲，是靠信上帝囝在活。咱一定爱不只信，嘛爱来个靠，大家倚靠，坚信。咱做袂到，上帝帮助咱。保罗讲，我伫活，是靠上帝囝伫活。哦，搁比一个例啦，伊伫即个腓立比书讲啊，恁爱喜乐，对无？恁爱常常喜乐。有当时咱真正是知影讲，圣经安尼甲咱教示，咱无法度常常啊，对无？拄着好诶代志会喜乐，拄着歹诶代志就喜乐袂出来。保罗伫迄所在讲啊，咱来靠主喜乐，靠主常常欢喜。所以即个靠啊，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咱行路无拄好诶阵，行我着安怎？徛袂在诶阵，我来靠迄壁，对无？是毋是安尼？兄弟姊妹，咱若无法度有一个倚靠诶主，有当时咱就会倒落去。感谢主，咱有咱诶主，真做咱诶倚靠。哦，所以呢，今日保罗最后讲啊，讲伊听我，为着我呢，安怎听我？放下性命，牺牲伊自己呢？咱每个月第一礼拜咧守主餐的时阵，咱就去纪念主耶稣为咱牺牲的性命所留的宝贵。保罗伊讲，上帝伊知影了解，上帝会听，耶稣会听。哦，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即段经文呢，咱安尼听啊，食咱的思想，讲做主的门徒，咱拄仔讲做主的门徒，哦，保罗是毋是做主的门徒？是嘛吼？伊不止做主，伊阁写遮尔侪保罗的批信，咱即马咧圣经的即个新约内底，咱常常咧读，今日读其中的一本。保罗即段经文，互咱了解保罗是一个啥物款的人？感恩的人。咱兄弟姊妹，咱即马咧怀运动，对毋对？怀运长啊，怀运动。长哦，怀运长较好啦，莫短啦吼。咱咧怀运长啊，兄弟姊妹，怀运长英文叫做 Grace Grace Church 吼。咱拢伫即上帝的恩典恩惠当中的一个教会，安尼教会名是安尼。过去我伫大堂听，古早迄个李牧师讲，咱是怀恩人啦，咱兄弟姊妹，咱虽然即马伫第一堂，咱嘛伫怀恩堂啊，对无咱是共款伫即个教会，咱每个人拢是啥物款人？怀恩人，对毋对？你是毋是怀恩人？怀恩人毋是讲我伫怀恩堂，怀恩堂，我是怀恩人。毋是因为我伫即个教会，我是怀，是我心内有领受、有体会，救主耶稣基督对我的听。所以我甲保罗共款安怎了解伊听我，为了我放下性命。所以保罗才会讲，我即摆我的毋是我，是耶稣基督对我来对我。所以兄弟姊妹，咱第一点，今日要做一个主的门徒，我拄仔讲规波。起头第一点就是爱有一个心，啥物款的心？感恩的心，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从今以后，亲像保罗所讲的，咱做一个主的门徒呢，遮拄仔伊拢讲完啦做一个主的门徒，即个箭头落去要讲啥？拄仔迄句话会一个结论要讲啥？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即段讲，敢若4字，做主门徒变做啥？为主而活，来活。保罗拄仔讲的迄句话，伊讲的就是即个意思啊，敢毋是？咱要安怎为主来活呢？要安怎为主来活？我今日讲的，可能大家拢已经足了解嘛，咧实践啦因为我拄仔讲今日因为有感动讲正良兄伊讲要做主门徒即个代志我今日特别分享即段经文，
大家共同勉励吼，啊，佮复习一下啦吼。啊，我较早咧教会吼，有一个教会因的周报啊，吼，的封面啊，下骹啊，有讲基督徒7件要紧的代志，吼，国语叫做基督徒7要。啊，因为即摆现代地球强要歹去啊，吼，即摆佫加一项叫做基督徒8要，吼，我就用这8点吼，甲大家来共同吼，来勉励讲，咱伫即个信仰当中，安怎来追求咱的信仰，互咱的生命会当成长，吼，嘛会当安怎伫即个信仰当中，吼，通过安尼的提醒，吼，咱共同互咱的信仰佫较完全，吼，佫较焦备，吼。第一项啊，吼，今日讲的拢是叫做国语叫做老生常谈啦，吼，知复习即个，毋知爱记的，吼，做一个主的门徒，咱要安怎为主来活？佮讲的拢一个敢若一个口号对无？一个标语对无？你也无做出来，就正经是口号标语。啊，你也画出来，哦，迄就是即句话就足有力的呢。吼，我顶下讲有一个我青写一条歌讲耶稣有够力，我有讲过无？敢若毋捌唱互大家听过吼？讲耶稣有够力，吼，啊，就唱落去，一直甲听的人讲，我信的耶稣是足有够力的一位啊！吼，即种兄你敢知？耶稣有够力，所以讲你即摆行较慢，吼，你也相信耶稣会去互你走。吼，第一项啊，咱要做主的门徒为主来活，第一项，吼。讲这个图是啥物所在？你敢知？背景，龟山岛哦。前两天政府弟兄讲，这是基隆屿，迄角度的问题啦，这个较成啦。迄天迄个角度较无成啦吼。因为我是顶个月吼，带咱这个教会助道会一寡兄弟姊妹去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东北角祷告山，哇！真水的所在，拄在你路边尔啦，吼，有时间带大家来去，吼，咱小少来去，真正有够水咧，吼。啊，离即个东北角，佫毋捌罕咧看到有即个槟榔树啦，吼。这应该是椰子树，这椰子树啊，槟榔树，分袂出来，以外应该是槟榔树啦，吼。毋是，大家你看即个图，我即摆是讲我要秀出即个基督徒8要哦。毋通伊看咧图尔吼，好来，第一，咱做一个基督徒为主来活，爱安怎？爱敬神，爱有疼人的心。哦，有一个人问耶稣讲：耶稣啊，我即个摩西10诫当中啊，吼。除了10诫，佫因咧犹太人演变出600几条的一寡安尼，大家去遵守的。因就问耶稣讲：啊，其中哪一条上要紧、上大呢？耶稣毋是回答一条，耶稣回答2条呢。你敢知影哪2条？大家敢要知？就是这4字啦，对无？爱主咱的上帝，安怎爱？哦，讲爱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尽意是尽啦。啊，拍拼来尊敬咱的上帝。啊，耶稣毋是讲这是上要紧哦，伊讲基础嘛3讲，啥物叫做3讲呢？伊讲啊，爱疼人，亲像爱咱家己共款。这就是头一点，咱做了主的学生门徒以后，咱就爱有这款的这个概念，以这会做咱的信仰的总原则，来咱的行事行达。当然，基本是咱的心思意念，咱嘴讲出来，就爱有这款的标准，做咱的依据。若无，咱台湾俗语话讲，额头3笑有神明，提醒人安怎？啊，你毋通做歹哦，对无？你讲新时代看无你就无要紧的吼，对无？即马无摄影机，超速甲伊开落去，弹落来啊！兄弟姊妹，第一点，咱要做主的门徒，咱一定爱有一个对主敬畏的心。
有一个愿意去爱人的心，亲像爱家己同款。好，第二呢，爱每一天来读圣经。兄弟姊妹，有当时为了你要较瘦的，还是要为了较健康的，有当时你会食较少的，有人袂食。有当时会去干食水果，干啉水，还是讲你几啊顿无食，几啊工无食，不管为了啥物原因会无食，请问你会当一世人拢免食伊，莫食？敢有即款人？无对啊！我今日用请啊食足饱，我明仔载3顿免食，3顿煞安怎？明仔载过去安怎？免甲明仔载过去，请问大家连你兄弟姊妹，咱诗班的班员吼，献死煞。爱食便当无？毋是诗班班员，连你礼拜煞，你中昼爱食无？有人讲免啦，要省钱，讲我安怎原因？我拄仔讲，就算你即顿无食，下一顿爱食无？爱嘛，这是非常自然，咱肉体的需要，对毋对？只要咱做人要活，你就爱食、爱啉。咱人毋是干这肉体呢，咱人有啥物？有咱内底的需要，咱人有情感，对毋对？不只是情感、感情，咱人有灵性。我昨昏甲一对翁仔某结婚8年的人，已经甲牧师，袂使讲烦我烦足久啊啦。讲因两个要离婚啦，一直吵。本来两个咧吵呢，吵到牧师遮来，讲牧师，我已经签名，伊袂签啦。已经2-3礼拜前。该悄悄的是讲，是毋是会当较好势？结果昨昏讲，某讲牧师，阮翁已经昨出门无转来，规暗无转来，惊你找无人，电话敲袂通呢。牧师当敲电话看，阮翁电话你敲要接，我讲我试看卖，敲也无接。经过1-2点，你整以后伊敲我讲牧师，我即摆咧人你教会，你有闲无？甲我个讲足久诶。伊个故事我讲，我超过时间，本来讲45分钟嘛，会讲袂完哦。我要讲这意思啥物？我讲即两个翁仔某，为啥会安尼？毋是讲因为食袂饱，你冤家，是因为啥物？迄个感情无得到安怎满足，无得到满足。咱的主席已经教安尼，我还袂讲完，甲讲第2点尔。好，安尼吼，主席来袂使个黑白讲啊，爱甲理性徛较直咧吼。讲爱照圣经讲，好来。第3呢，我拄仔已经袂讲完啦吼。读圣经就是咱属灵的神秘哦。如果咱无来食上帝话语，安尼咱的心灵一定袂饱足。吼，所以咱每一工就爱。敢咧食饭照3顿食共款，咱读上帝话，要照3顿食嘛会使啦。上无你就每一工食1顿，安尼袂讲食歹腹肚，还是讲食了无定时会得胃病啊。第3呢，咱一定爱常常咧祈祷。有人讲啊，读圣经敢咧食饭，祈祷亲像啥物？敢咧喘气嘛，对吧？人无喘气，咱安怎？袂喘落海啊！我顶下有讲去爬山拄着一个士大人，讲阿伯你会喘袂？伊讲我迄阵我是少年囡仔，伊讲袂喘落海啊！一定爱喘啊！一定爱喘，兄弟姊妹。所以咱做者基督徒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呼吸啊！一定爱呼，第一遍安怎讲？喘气啦所以无祈祷，即种基督徒信仰的生活要安怎活落去？一定活袂落嘛，对毋对？因为你无喘气，你会当动3分钟、5分钟，真够啊，对无？你要动偌久？所以你爱随时祈祷。祈祷毋是讲咱今日做礼拜祈祷，随时祈祷，24小时有需要就祈祷。过来就是咱爱安怎？爱常常来聚会。安怎讲呢？咱知影过端午节过了后，要过啥物节？中秋节，咱几啊年前开始，咱台湾的中秋节变做烤肉节。咱讲一个比如啦，当然即马烤肉迄个喷火枪去就是
真紧就迄落旺啊吼！较早要烤肉较无简单，无论是安怎，咱知影以即个烤肉来讲吼，迄个木炭啊，火炭，大家放到阵，火会安怎？会旺对无？逐粒啊红记记对无？但是迄粒其中甲伊硬出来，放喺边啊？请问你，迄块硬出来，无你咧火堆内底火炭会安怎？慢慢啊会火花对无？啊，火花就害啊，敢毋是？所以呢，做一个基督徒，咱无常常甲兄弟姊妹组织斗阵，奉主的名咧做礼拜敬拜咱的上帝，无奉主的名，大家学习真理，来受安尼训练，啊来服侍，啊你就火花哦，你就火花哦。尤其咱有时啊，因为咱伫生活当中拄着啥物代志，歹势来教会，伫迄个坎站，因毋是因为安尼莫来。因为安尼尤其爱来，真侪人拢是因为我犯罪啊，歹势来上帝面头前，因为安怎？迄个罪哦会甲伊控告，有迄个愧疚感、羞愧感，毋敢去见人，敢若讲创世纪亚当夏娃因即个犯罪的阵，上帝要找因就安怎？密起来对无？迄就是即个原因。所以呢，咱一定安怎？定定来聚会，表示咱会当互上帝甲咱不断安尼，伊甲咱光照，互咱会当常常咧即个光明当中。啊，无咱即个世界安尼，家己叫做盘烂伤久，即个世界是真黑暗的，咱就伫即个黑暗当中就沉沦安尼。所以咱提醒咱家己，爱安怎？保罗伫迄个提摩太书信讲，咱甲常常甲一寡安尼咱清心的人来追求上帝公义、信德、和平等等这美好善良的代志。所以爱常常来聚会真要紧。当然你已经破病无法度来，迄是例外。但是较使咱有法度，咱尽量来，一定爱来。好，过来呢，咱就安怎？乐意来奉献啦，这个奉献毋是敢若一个金钱的奉献。我有听过咱这个教会祈祷会其中一个姊妹有一届，伊咧祈祷的时阵讲啊，奉献哦，毋是敢若金钱的10日奉献。伊讲我照这个10日的原则，我一天24小时啊，我要奉献了上帝2.4小时，伊讲我要照安尼要来为上帝来活呢。当然，因为迄个姊妹伊退休时间介济啦如果你即摆咧上班，可能你无才调，但是伊有即个心志，伊愿意照安尼落行，讲我每一工为主来，我奉献1/10的时间为上帝来做工。哇！即个姊妹离咱教会真热心呢，咱通思想一下，咱有法度甲安尼来教伊安尼来参考看卖无？但是无论如何啦，我拄仔讲。咱有迄个奉献的心志，你奉献有才调金钱奉献，无才调咱时间奉献，无时间，咱有当时啊讲安怎来拨时间，甲上帝互咱的恩赐才能会当来摕出来为主来使用，过来呢，过来就是要有迄个领人来信主的即粒心嘛。若无基督教，我拄仔讲。一代过桥一代，早就断去啊，敢毋是？因为无人传嘛，无人听嘛，因此无人会晓知影来信嘛。所以信仰早就无去啊。但是为什么经过2000多年啊，安尼即个基督信仰一代搁一代，甲咱即马即个所在，咱即阵人搁当坐即个所在，是因为啥物原因？因为有人甲咱分享，讲互咱知。所以咱了解，咱领受，咱才得到。所以咱每个兄弟姊妹，咱一定爱有这个心志，无论着时无着时。当人咧问咱讲，咱信主心中的源流的时阵，咱当用温柔的心甲人讲，互人会当来明白。咱的李老师就有疼心呢，这个认同讲有一个朋友的，阿嬷比李老师佫加2岁，倒咧金山，传好哦。拼势落要走起来讲前2礼拜去，佫要叫伊来决志啊，结果讲过无决志，
问牧师讲，牧师是毋是要找时间去啊？本来前几下要去无成，即摆要拜三，牧师还阁亲自出马，我毋知即届有法度有才调无啦吼，因为伊的查某孙吼，拜四要去非洲，伊是宣教师啦吼。李老师顶礼拜甲迄个真早甲议会，你电对咧，你讲。我讲无来探访议会阿母好无？议会讲阮老母足歹流厉害呢，你去可能会食到见吼。我讲无要紧李老师嘛照讲好来去兄弟姊妹，不只是李老师啦，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每个人拢会当互上帝甲咱用嘛无一定爱走金山走中华去啦可能恁兜的厝边就是啦，就是你的对象啦兼在咱台语堂当中，一个兄弟姊妹还袂信主的有啊无？我毋知啦今日新朋友毋知有信主无？好，兄弟姊妹，咱望咱每一位有即粒心放在咱的心内，会当甲来分享我为虾米信耶稣过来，第七是虾米？热水瓶甲我炸掉，我看爱来服务社会啦因为咱虽然咧教会但是咱嘛活伫即个社会当中咱活伫即个国家内面，咱爱关心咱的社会，服务咱的社会。无有一个人做过一个调查呢，讲即条路啦，即条巷啦开足侪店的啦，有 7-11 啦，咱即摆有册店啦咱即条温州街有咱华安堂人咧讲一个研究讲。遮尔济即个开的店面啦，卖衫的啦，卖食的啦。伊讲如果有一间咱讲无需要的遮尔济的一寡行业内底，问一寡在地的人讲，啥物上无需要会当免？你敢知影答案是啥物？教会有庙有教会有餐厅。有 7-11 好歹，逐个来讲有需要对无？阮楼骹就7-11买物件足方便，敢毋是？对无？有药房买药嘛足方便，感冒起来买一杯。教会因为无人去信，无需要教会。为虾米？咱教会敢若有感觉讲，迄教会存在离恁的社区，离迄个所在，敢若是假野的。因为咱甲即个甲咱的社区甲咱教会无结连，咱无去做关怀，所以我较早我咧开拓教会的时阵呢，我有去参加，甲里长讲，部长巡守队我来报名好无？我讲好我穿迄个敢若警卫衫呢参加巡守队，甲一寡社区的人开讲，讲我你是啥物头路？我做啥物头路？我讲我做啥物头路？我咧教会咧服务我真稀奇教会是创啥物？教会因的概念敢毋是讲敢是神父啥物啦牧师甲神父啥物无共的，问几步，咱甲遮个人会当讲咱要办活动的时阵好办对无？甲里长合作讲咱即个圣诞节来办一个活动好无？里长好伊有所在无人，咱出人对无？咱出力啦活动就办起来。咱甲社会无爱管理的时阵。社会敢若社会，咱敢若咱，所以人无需要教会，当然咱有需要，但是因无需要，所以咱必须爱来服务咱即个社会，互社会了讲教会真好呢，真有路用呢，安尼教会存在毋只有意义，毋只有价值。最后我拄仔讲，本来是讲基督徒7种要紧的代志因为我拄仔讲地球种破几啊空所以即个教会界嘛定定咧讲到讲较早咱中国人讲天人物我讲咱最后咱去做一个基督徒爱关心啥物？关心即个生态，无咱有才调的会当坐即个以后的太空船去火星去移民，无才调咱就留喺地球被消灭，要安怎？好来甲咱的地球好照顾好势。破空来保护好，水莫阁遮尔垃圾空气莫遮尔歹。有人讲未来的人类可能出世了爱，咱即摆搁轻松，
迄个什么氧气罩呢？你有看过电影《水世界》无？迄地面上的土已经足宝贵啊！大家为了土顶抢来抢去呢。温室效应将来可能地球摕无土地啊！好，11点啊，咱自习嘛坐甲坐伤久啊吼。咱来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通过你的话语，互阮兄弟姊妹共同来思想，阮得到遮尔款美好的一个救恩，阮安怎会当来做一个主你的学生，为主来活？愿主你通过今日阮所领受的，阮会当兄弟姊妹每一人，拢会当来活出阳光你美好的即个信仰，互人看见，安尼来为主会当来传扬福音，会当未来阮的生活人生当中会当不时会当引带人来明白你、归向你，安尼来向主献上果子，来荣光主你的生命。这是阮众兄弟姊妹回应主你互阮的听，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